在台湾今天民主政党非常的多，那柯 P 这个政党是台湾民众党，它的政治能量会比较大，可能期待柯 P 市长要更告诉台湾人民，他要追求的理想跟方向。那我在这里是尊重跟祝福，尊重跟祝福。他说当选没几个月就去选总统，谢谢。那你怎么看？就是柯 P 分两部分，柯 P 主党在民主社会，这都是非常正常。那柯文哲市长既然主党了，显然他的肩膀上的责任会更重大。在台湾今天民主政党非常的多，那柯 P 这个政党是台湾民众党，他的政治能量会比较大，可能期待柯 P 市长要更告诉台湾人民，他要追求的理想跟方向。那我在这里是尊重跟祝福，尊重跟祝福，也祝福柯 P 市长组了台湾民众党之后，能够帮台湾民主增加更新的动力，帮台湾人民在民主这一块道路上提供更大的帮助。他说当选没几个月就去选总统，谢谢。那你怎么看？就是柯 P 这边也许有可能跟郭台铭合作？不晓得，各种可能性都会存在。那我知道郭台铭董事长昨天回国，那我也尝试性的跟他联络，也期待尽快的拜访他。有联络上了吗？目前还没有。洛克自由行喊停啊，你怎么看？跟产值还有人数都变少。我想对广大的我们台湾人民来讲，两岸之间能够和平的交流，互利双赢，是最好的一种选择。如果我们今天台湾人民能够选一条宽的路，我们不要去选窄的。如果能够选一条大家双方都能经济上获得帮助的发财道路，我们就没有必要去选择一条比较贫穷或者经济不好的道路。如果两岸的交流能够选择一条比较快乐的路，我们就不需要去寻找一条比较痛苦的路。所以陆客行，大陆突然把它断掉，我再一次要呼吁，我们希望陆客的自由行能够持续的开放。这个对两岸交流、认知以及对台湾的观光产业来说，都是很大的帮助。所以我昨天看到这个消息，我自己也很错愕。我要再提出一次呼吁：民进党不等于台湾人。民进党这执政这3年执政，大家都看得到是一塌糊涂，贪污腐败、低效率，然后去挑拨两岸关系。但是它不等于2300万台湾人民。我希望呢，大家都能看清楚这一点。但是柯文哲发言你说呢，在职参选是不幸的社会现象。好，谢谢。还有嘞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了啊，好。所以有想要解套方式了吗？谢谢。